食药署公布，又有2批澳洲进口的猪肉验到300种，来客到报案。虽然无超过限制标准，业者依然是发生免费失礼。讲查清楚，在责任进前，这批有300种的猪肉绝对被上市。小数猪肉仪表板测量有新的资料显示，有2批澳洲进口的猪肉，其他营价报废验出来克多巴胺，分别是0.002加0.003 ppm， 总共是47.25吨，拢是澳洲来冷冻猪脚，比这报废用户标准0.02 ppm 较细。进口业者表示，虽然抽验报告显示莱克多巴胺验出的价格属于合法范围，毋过依然真失礼。如果家己送验，执行归属清楚进前，未被混装或者是销毁。先厘清事情啊，如果是看责任在哪边，我们就请求赔偿。4月底一批澳洲进口的冷冻猪脚，才验出来克多巴胺，引起关注。这一摆的残留剂量佫较悬，虽然拢伫量体内依然是引起记录。特别是卫生局宣布马上启动猪肉标示查核甲抽验专项，去美食卖场检查，若验出不符合规定，或者是标示不实在、来源不清楚，拢会罚。加强市售猪肉的产品来源管理以及安全的把关。那这一次的专案，我们预计会抽验20件进口猪肉产品。上期会指出，虽然政府主动公布进口猪肉验出来这，毋过目前是抽验，难免有漏沟，呼吁应该改做每一批检验，才能确保食安。传统市场内底，人客买国产温体猪肉，虽然家己煮用选国产猪肉，毋过也是有人烦恼食外口，会食到来这进口猪肉。小学的营养午餐成本是比较便宜的，所以我觉得都很难。如果比较的话，你就会当然会比较担心小孩了。进口的，我想就是有一些安全疑虑的问题，我想就是尽量避免。最近发现的一个有3批哈，它大概都也是在标准里面按照规定哈，也放行，那尊重厂商他们的处理。小署强调，除了公布这2批澳洲进口冷冻猪脚，甲4月底验出来这是同一个制造厂，拢符合动物用药残留标准，所以照规定放行，检验结果公开透明，放行食品拢是科学分析之下应接受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